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哟，小朋友走起来，走起来！啊，我来了，我看谁会卡上悬，谁个上悬？好，即马手会当放落来。今仔日带恁来遮吼，就是一个神殿，这个神殿有真侪宝藏，你敢有想要摕宝藏？有哦，啊，毋过摕宝藏爱晓讲台语，恁台语好无啊？好。真大声，安尼我来问看我的好朋友有伫咧厝内底无？招门是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招门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队长、小朋友，恁是毋是伫神殿外面闻到阵阵的香味为遮来啊？香味，你有闻到香味无？哦，超香的！你敢知影为什么有香味？因为我今日煮我的手路菜，这是石头火锅。想要食石头火锅的，请举手。食火锅，食火锅。哦，这个火锅了哦，我准备足济，准备哦来甲你办一个庆功宴。我唔知影小朋友，恁敢有无介意食什么火锅的物件？我无介意食蚵仔，该食蚵啊！我无介意食蛋蚵，我无介意食香菇，香菇，我无介意食蚵仔。这物件拢真好食呢，啊，毋过袂要紧啊。每一个人哦，有每一个人爱食的物件，代表哦，恁的台语讲甲真水开，一定会摕到宝藏。那呢，今马提出恁的精神，也够开来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我是中华保养观光部队，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跟我去啊！这个神殿吼，内面吼有一个雕像，来，就是这，就是这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雕像吼，已经差不多4000几年啊，恁捌看过无？无捌看，唔捌看过。我跟你讲，这雕像厉害，你会当来掠啊！你要试看卖无？不，你会去啊？想想要摸看卖，好。哦，刺激，感应到。哎呦，头先发生啥物代志？无啊。无啦，我想讲哦，我伫咧神殿内面住真正住足久啊，好，住到唔知影讲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活到啥物季节啊？哦，热天哦。哦，啊，头先我有听到恁敢若是对中华保盐来。保盐。哎呦，这真有名呢，拜上帝讲的，迄甲我有少寡交情的啦，有交情的，有交情。甘美无借问一下吼，中华这个时阵，敢有啥物潮时出产的厉害的物件？葡萄，葡萄哦，啊，葡萄是啥物时阵潮时啊4月6月的时阵。哦，4月6月，热天啊！哎呦，安尼就来甲恁考试啊，有信心无？哦。好，来，准备接招，品来卡！台语上练长，连下顶的2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选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搬落来进前，看摇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哎呀，台湾的果子真好食，什么时阵是潮时的果子？咱来问看卖啊一个哦。朴坤，你爱食什么果子？酸啊。 5月到7月的时阵是潮时的。哇，你内行爱食酸啊？啊明豪你爱食啥？西瓜。目共款是热天的时阵。阿 Cam，你爱食啥水果？草莓。草莓哦，草莓就差不多，咱开始寒12月到3月这个时间，即摆就要来考恁甲季节有关系的题目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品来卡。好，
开始 Q。开始哇！你是咒术回战那种。这个物件，伫台东的时阵有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！来 Q 嘞 Q 嘞。厉害！好，速度就紧的哦。哦，速度真紧，来。有卡种动物，有卡动物。伊无卡，行路就慢呢。行路就慢哦，厉害厉害。重点哦，破棍厉害哦。来，搁 Q 嘞，搁 Q 嘞。好了，超好讲。5月时阵，哦，5月时阵会开的。一种，是啥物色的？白色的。白色的。好，来继续甲开落。哦，咁咪歹。所以这够水的呢。这够水，Q 到就出来了。加油加油哦！咱去足悬的所在。冷的时阵。冷的时阵。哦，继续 Q 嘞。拢要问呢。有惊出来哦，要拜去啊，要拜去啊。伫6月到8月时阵，会有啥物？好的，就大。哦，爽！太强啊！好感应着，因可能顺德宫的先天上帝有甲因保庇，互因力量的款。真正够厉害。有够厉害啦！啥物话拢讲会出来，而且拢讲了真准，开始咧串来哦。来看卖因对唔对，欣来教。啊，保盐的小朋友实在太厉害喽！哦，厉害！因真配合了麻，尤其阿谦啊，亲像你拍功夫，你以前捌练过哦？你是有练过拳头？伊咧拍就是安尼。伊就厉害的。哇，这个骨势真好，啊伊嘛爬了真好，啊伊嘛摇了足准的。咱第一来看，石徛头先讲到什么重点？台东的台东厉害。真正厉害。啊头先落嚟安怎讲？有卡，有卡。无卡对，有卡无卡，我看卖有卡。哦，伊嘛无卡，但是伊无卡嘛。咱过来看后一个，出世头先恁两位是安怎讲？出世伫足悬的所在，嘿，足悬所在。愈落来。哦，咱看卖这敢是足悬所在？无悬。哦，所以悬嘛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字啦。关键。准备你嘛是听到真悬的所在就是出世。风台，你头先安怎讲？伫4月到8月，伊做到几月份的呢？强的呢。 4月差不多开始要有啊，因为咱讲，是毋是9月台无人知？9月台无人知，若到9月、10月的时阵，风台迄个时阵过来，听讲迄当时阵真大。啊，7、8月的时阵，风台上济的时阵，哦，真好，我看这两个下。哦，黄霜雨，大家敢知影这是啥？雨一直落。哎呦！好一点咯，对，真正厉害咧！黄霜雨就是咱讲的梅雨季，黄霜雨。今后咱来看卖，你钓到几题？拢总钓到5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哇！顺德宫的太强啊！即摆后一关就看你的表现啥款啦。来，准备接招，现来个！爱讲才会赢。3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。准备接招啦！嘿，请问咱这小朋友，恁敢有听过一首歌曲叫做《四季红》？无。这条歌足唱的，唔捌听过？还是我唱互恁听。为什么？这我地盘，我想要唱我就唱。这条歌你唔捌听过？无。春天花正清芳。无。不要紧，囡仔吼，就是拢安尼啦。不要紧，我嘛是真欢喜。高追啦。头先有讲到花嘛。好。所以吼，第一个题目就是要考恁，这个词内面有花就会用的。只要有花就会用的。对。好，来准备这招，现来个。花干。会对。开花。开花对。花蕊。
对。樱花，樱花对。豆花，哎，豆花。玫瑰花，玫瑰花，还有足侪花啊。花茶啊，一个茶啊叫做花茶啊哦。唔对啦，要什么花茶啊？我甲你放火烧掉啊！花园，花园对。丁香花，丁香花哦。好，对。目睭花花，哎，所以你讲互恁姐姐听的嘛吼。你穿甲花绿绿，花落落会用的，花落落。花巴厘鸟，哇，厉害！花巴厘鸟拢会用的。花旗啊，对。春兰花啊。对。厉害。啊，毋过厉害，真正是边仔即个动物。这足强的呢！其实我拄则会讲，我足紧张的，啊，伊甲我讲加油。通常是队长甲队员加油的，即摆颠倒变啊，就对啊。哇，你差不多啊啦，恁其实即关算讲了真侪题，我来看卖几题。哇，拢总13题，厉害！哎呦，头先这两位无爱听我唱歌的这朋友，哇，咱来 PK 啊，来换位。好，刷落来要出的这个题目，嘿，就是讲出青色的物件。青色的。青色的物件，像像绿豆啊。哦，绿豆，好，谢谢。哇，有想法了哈，要开始哦。琴来噶。青蛇。剪刀，Hello， 哎，菜啊，菜做侪菜啊。什么菜啊？哦，青菜啊，青菜，袂应该青菜啊。菜够了。石茄，哇！哎呦，哎呦我嘞！较慢嘞。起来！青色的。哎，青色哦。青色那是酒啊。青色有啦。乖，乖什么乖？乖青色。乖那有什么青色？沙有青色，沙袂沙。沙袂。够。喂，这伤紧啦！有你个这想无嘞？哎，这足紧的，无够10伤紧题啦。啦！无够啥，无你拢莫讲啊，来够啥？有啊，有啊。有啊，有啊嘞。球啊哎，对嘞，哇，你拢足老的啊！拄只闽河有讲，闽河有讲你讲啥？欧邦，乌帮伊家己教啦，乌帮啦，啊哦，乌帮青菜啊。乌帮迄伤过青啊，伊无是。好啦，咱来看卖恁着赢，是毋是拢赢去啊？啊，真正两题拢赢去啊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，恭喜啊！太厉害啊！我感觉后摆我袂参与这关，实在是太歹看啊！青色的竟然又无，不要紧。第三关恁看卖下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卡！选你无毋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色色甲红旗旗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若讲到对时哦，有一个所在的果子，伊真有代表性，大家又看卖好无？第一个线索是冬天，冬天真寒的所在；第二是大湖，大鹅，大湖红色的，红色的，真简单啊嘛？啥物物件？草莓，对，草莓，因爱食草莓。哎，你无，去了人无爱食草莓，草莓这种物件。安尼我就硬要带恁来去食草莓，来，先来个。伫咧寒天哦，寒甲冷叽叽的时阵哦，听讲有一种果子，愈寒会愈甜哦。足侪人冬天若到，就会带规家伙仔来挽草莓。想着就足怀念的哦。
细汉的时哦，拢嘛会比看上挽的草鱼上大粒。听讲哦，要挽到足甜的草鱼是无简单哦。恁敢认得出来，啥款的草鱼上甜呢？看觅啊，啥物款的草鱼上甜？白谢谢为头讲到尾，互恁趁钱趁家伙。啊，讲到这个，问我就无问题啊。即个看即个草鱼哦，就是爱看迄粒籽。啊，伊的迄籽哦，色水若是愈深，代表伊的草鱼会愈甜。即个小撇步你知影无？哦，啊，看伊的籽哦，就是草鱼顶面一粒一粒一粒的细粒的籽啊，爱愈深，愈深代表愈甜。了解。红记记，红记记讲恁知，互恁大家笑嗨嗨。我甲恁讲啦，这草鱼吼，伤大粒、伤细粒拢唔好，因为呢，伤大粒吼，这甜粉吼拢袂招匀；啊，若伤细粒呢，就表示吼无够粉，所以吼，中中的草莓上解赞。爱中中啊了。袂用去伤大吧，袂用去伤细。有强，你有啥物想法？你感觉是倒一个人讲的？应该是白小姐啊，白谢谢。应该是白谢谢安怎讲啦。就是颜色就是哦，伊的色水伊的色水安怎？爱较伤啊，较深。伤那个伤浅。伤菜那伊就应该是安尼。哦，伊会当讲是哦，摕伊过去食果子的经验嘛，伊通常较深的果子拢会较甜嘛。伊就想讲，迄籽是毋是较深小寡，会较甜？是毋是这个意思？你无咧听嘛？你咧想啦？伊搁咧想啦。敏豪，你想要选倒一个？想要选红记记还是？红记记为虾米？中的拄大好，较甜是无？应该。想要选红记记的车牙手哦。哦，阿欠你走票，阿欠你点钞票，走票。安尼，你们选的是？红记记。干嘛呢？你们选的是？红记记。干嘛呢？再会。我就说吧。我就说吧。你不爱听我的。来啊，请到位啊！你有啥物想要讲的？想要甲吴强讲的无？我看到听一个足大好啦，的。你无小下食食咧，人另外即马人无去。来去后壁。不要紧，不要紧啊。对，不要紧。有够有熟的朋友不要紧啊。对。所以后摆咱咧拣草鱼的时阵哦，就爱拣迄红的、色水较深的，就代表迄哦，迄草鱼是足甜的啦。所以哦，甲红记记讲迄大细粒是无关系，安尼知影无？知哦，好，真好，安尼马上来看第二题。来到这，毋但会当挽草鱼，草鱼挽了，上煞阁会当过草鱼酱哦。要做出上好食的草鱼酱，真简单。地头先挽掉，草鱼洗互清气。甲清气的草鱼用慢慢啊火煮甲烂，下糖下柠檬汁，酸甜的草鱼酱就完工啊啦！谈到甜哦，我就想到一句俗语，叫做“心意食水甜”。请问你敢知影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咧？这看落哇，足好食的哦！想要食草鱼。俊斌，你安尼看到这个酱这尔好食，你会想要食草鱼？可以啊。好，安尼咱即摆来看卖这句话“心意食水甜”到底是啥物意思咧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，咱人吼讲话拢真甜，真有礼貌，讲话哦，大家听了会真欢喜，真诚恳。安尼你知影无？哦，敢是安尼讲话真甜、真诚恳咧，红记记。毋是啦，这句话是讲吼，咱咧请人客的时阵吼，虽然敢若有一后白滚水，但是呢，咱的心意吼，嘛会当互人客感觉非常的甜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到底是白谢谢还是红记记讲的啊？欢欢，你有啥物想法无？应该是红记记吧。红记记哦。位理决定是应该是红记记的意思啦。白谢谢讲的是咱讲话较甜嘛，若是拄着一个骗子，
讲话足甜的。哎，你当初就叫骗子骗去啊？我是骗子这要骗第二摆吗？因啥的啦？因啥的？我甘愿哄骗。你甘愿哄骗啊？啊，等一下去后壁甲我领200块。啊，所以恁选的是红记记。敢安尼？对啊啦！哦，对啦，生意食水甜就是咱红记记讲这个意思。啊，其实水吼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。要开始有真侪草毋着时的时阵，咱拄出来的时阵12月份，拄出来迄批水果，就叫做头水。头水哦。头水。啊，若是咱到3月，佫食会着遐个草毋，迄就是算后尾的，就叫做尾水。尾水。头水甲尾水。好，即摆来看卖恁钓着一题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哦，袂歹。2摆摕到保障的机会，摕到无？引来个。哎呦，厉害啊！2届的机会，到底有机会无？恁想要选倒一位？蛋姐，我有 level 要上你。哦，哇！上礼物要有呢。哇，佫是因这正版的咧，保盐那个顺德宫的帽仔咧。哇，你甲看，而且佫有咱这金银加持的。哦。我感觉这阵小朋友真正是足内行的。就甘心的。伫咧这个遮关键的关卡，要摕礼物的关卡，就甲这礼物砸出来，真正礼数足好的啦。哦，这大心那这大心，安尼好啦，你要选啥拢会使啦。嘿，你有2个金箍箍尔，好不？啊，我希望你会当得奖。有欠你想要选倒一个？9号。就好。啊，手先放去了，2个机会哦。2个机会哦。拜托，你不要会个足好的。到底敢会是9号？请起来。拜托9号。啊，无对。这个时阵可能爱。不是拄食，不是有送这帽啊，爱加会当加半个金箍箍。安尼斗啥的？唔是啊，恁一个拢还未，佫有一个还未用刷，你就随便甲我偷另外一个。无啦，恁佫感应看卖啊，还是讲恁请一下上帝公来甲恁，甲恁看卖感应者。有欠你感应，有欠你感应啦。有欠你感应啊！有欠你表情你感应啦。有欠，你即摆手扣起，这个有想法无？伊即摆你感应，伊即摆你感应。莫个吵。啊，后壁小甲看的，后壁小甲看的。我知啊，咱家加持，加持。手卡阿伯，我讲请起来，再起来哦。我无啊。所以恁选的是倒尾刷牛。到底感应了有准无？请起来。哇！颁奖！会当这个咱的机器人哦。啊，是准有准啊哦，哪有准啊？哦，准啊！哦，准啊！哇，今仔日这场囡仔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后摆佫继续讲，继续算，好唔好？好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！哇！